各位街坊，你見過有人食放題連打包都慳返，直接將成台食材塞入環保袋未？今次呢對極品男女真係貪出新高度，連職員都忍唔住問：成袋啊，成袋啊！頭先睇到段片咧，真係嚇親我廢腦。原來而家食放題已經進化到可以連食帶拎，仲要係明張目膽將餐廳食材當自己屋企咁搬。事發喺荃灣一間海鮮火鍋放題，對男女客人真係創意無限，居然帶備黑色環保袋，將肥牛、海鮮、鮑魚、生蠔連即食麵都照室可入。我廢佬睇完段 CCTV 片真係得啖笑。個男客人偷起嘢上嚟手快過識手，一碟肥牛送到台面，正常人係一片片夾落鍋，但佢就成碟拎起直接塞入袋，動作流暢過練過咁。最搞笑係佢仲要扮無事繼續打邊爐，個袋又越嚟越脹，最後脹到成個孕婦咁。個職員都真係抵讚啦！由頭到尾保持專業態度，冇鬧人冇黑面，只係好有禮貌咁講啦。麻煩攤翻出嚟啦，因為睇住我做緊，呢個真係絕，溫柔中帶霸氣。最後逼到個男客要將成袋戰利品交出嚟，你估下幾誇張？成袋海鮮牛肉仲多過佢台面食緊嘅份量。我廢佬覺得呢單嘢反映咗幾個問題啊！第一，而家啲人真係貪心得嚟又蠢，以為黑色環保袋就冇人見到。你估餐廳 CCTV 裝飾嘅？第二個男客解釋話啲牛肉係自己公司嘅。真係當全香港人傻嘅咩？第三，其實放題任食唔等於任拎，呢個基本道理連小學生都明啦。最後都要讚返餐廳處理手法，冇即時報警已經好仁慈。如果唔係對男女隨時要上庭見官，所以話各位街坊食放題就乖乖地食啦，唔好諗住又食又拎，否則下次上鏡可能就係你。記得 like 爆我個 channel，訂閱我廢佬加通知鐘仔，支持我呢個新頻道廢佬廢噏。下集同大家再吹過，拜拜。